有港爸喺社交平台發文求救，話一家三口同1歲女兒參加完親人喪禮之後，屋企就發生一連串怪事，仲公開 CCTV 片曝光，掀起網民激辯。事主話，出席完白事當晚，太太就深夜發燒，退燒後第2日中午12點14分，屋企塊鏡突然無故爆裂。翻睇 CCTV 畫面真係詭異。片入面見到12點13分仲一切平靜，太太喺屋企一角打點，2隻貓都完全唔喺鏡旁邊。到14分34秒，突然傳來清脆嘅玻璃爆裂聲，鏡就咁無啦啦自己爆咗。太太嚇到即時衝去睇 BB， 完全排除咗寵物撞爛嘅可能。但成件事最大嘅爭議就係所有人都覺得怪事嘅源頭就係唔應該帶咁細個 BB 去白事，就連玄學師傅司徒法基都留言話，1歲 BB 根本唔建議去殯儀館，仲話小朋友撞邪風通常會牽連到家人夜間持續發燒，建議先睇醫生，唔得再用碌柚葉水沖涼。事主急到懷疑真係撞咗嘢。貼文一出，網民意見兩極，一班人話細路唔應該去殯儀館，一定係帶 BB 去白事惹返嚟嘅污糟嘢，仲提供燒衣紙，用黃色大白解抹屋等化解方法。另一邊就話只係人多感染傳染病，鏡爆只係巧合，叫佢哋快啲帶太太做檢查。其後事主太太親自更新，話 BB 全程安然無恙，自己去咗睇醫生做晒檢查，醫生話冇大礙。而佢亦有試傳統方法，燒衣紙同準備買碌柚葉沖涼，雙管齊下求安心。到底今次怪事真係帶1歲 BB 去白事引發嘅靈異事件，定係只係一連串巧合？科學同玄學嘅交鋒成為網民最熱議嘅話題。